大家早晨，美伊局勢咧就越嚟越緊張，油價就升上去近期嘅新高嘅。港股事前分析，今朝早講題係恒指期貨的跌浪目標。RSI 跌翻，再度跌翻個5天平均線下邊轉淡咗，咁即係有4個利好，4好一淡，形勢仲係向好嘅。但我要提防一樣嘢，就係咩咧？就係 STC 啊 ，percent K 同埋 percent D 都喺超買區，一掉頭前者跌穿後者嘅話咧，咁將會出現一個嘅沽空信號噶啦嚇。咁我哋要好小心呢一樣嘢呢個情況出現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哋睇下要有少少問題，我畫面啊，大家等等先。我畫面就黑咗嘅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哋睇下跌浪目標啊，同大家計計，都係咁啦。嗱，圓圈一浪係由1月29號高位28139開始，至到去3月23號低位24177，圓圈 B 浪就彈到上去5月14號高位26862啊。圓圈 C 浪咧，我哋大膽假設都唔算好大膽，而家都確認制啦。就6月26號22521已經見底啦，跟住上嚟咧嗰個圓圈一，圓圈一可以被細分為低一級嘅括弧1、括弧2、括弧3、括弧4、括弧5個浪。咁而家係揾緊括弧1嘅頂，咁究竟括弧1個頂會唔會已經喺呢度完咗咧？即係話喺7月21號高位25261完咗咧？可能性有嘅。咁你如果呢個係完咗，咁而家就行圓圈2喎。圓圈2理論上咧可以被細分為低一級嘅括弧 A、括弧 B、括弧 C， 最差嘅情況咧係可以去到22521，即係括弧1嘅起點嘅。咁由於我哋見到呢下都仲彈得好勁喎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呢個真係即係話前日高位25261先至係圓圈2嘅起點咧，咁真係可以最壞情況係22521嘅見到。咁當然啦，佢只係回落翻呢個括弧1升浪嘅0.382、0.5、0.618，特別係0.5同0.618咧，根據經驗啦，就掉頭再升，展開呢個括弧3嘅升浪，呢個可能性應該係最大嘅。但係咁圓圈一亦都有可能一早喺呢個嘅機會細啲嘅先講明啊，先再次講明。7月16號高位25239已經完。如果係咁嘅話，咁呢個圓圈 B 咧就將呢個括弧 B 咧，睇先圓圈括弧2啊，括弧2咧就被細分為低一級嘅A、B、C 啦。咁 A 嘅低位就係7月17號低位24350啦。B 就係前日高位25261啦，而家揾緊 C 啦。我先講有兩個可能性，第一個可能性大啲，第二個可能性細啲。先講第一個可能性，第一個可能性就好簡單啫，個量度跌幅目標就係將呢個嘅我係假設已經完咗嘅括弧1圓圈一之中嘅應該咁講啊，圓圈一啦，由22521升到去25261完咗，咁嗰個括弧2啊，嗱我哋都未能夠好肯定究竟而家呢個括弧2定圓圈2開始，因為咧圓圈一可以延伸嘅，但係由於圓圈一已經升咗好多啊，咁所以我當呢個圓圈一嘅機會大啲。咁圓圈2咧最終目標分為低一級嘅括弧 A、括弧 B、括弧 C 咧，係可以睇0.382、0.5、0.618倍量度跌幅目標啊，讀一次寫低啦。24214、23891、23568、24214、23891、23568。咁頭先我講咗，最大機會係23891同埋23568嘅。非常惡劣嘅情況就先至睇22521嚇嗱。如果係第二個數量方式咧，即係機會細啲嗰個咧，就唔係咁數啦。點數咧？我哋假設嗰一個嘅圓圈2已經開始咗，括弧 A 係由呢一度跌到呢度，括弧 B 就彈到前日個高位拍齊佢，即係話括弧 A 係由7月16號高位25239
跌到第二日嘅低位24350，再彈翻上去前日嘅高位25261就完咗啦。呢個係不規則平勢型，因為前日高位係高過7月16號高位嘅。咁我點解我話呢個可能性低啲咧？因為你怎望咧？喂，個括弧 A 得一個交易日短唔短啲啊？通常都3個，最少都2個俾我啊。所以我係好懷疑呢個數學方式嘅，但係都要俾大家目標就計一計啦。咁不規則平勢型括弧 C 嘅中嘅長度將會括弧 A 嘅1.618倍，所以終點寫低㗎啦，係24162，24162。咁點都好啦，多個位參考啦。咁個情況就係咁樣。